看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到议会，针对着大鸡蛋等等的议题来做专案报告。有关大鸡蛋漏水的问题，民进党的议员陈义君是痛骂，讲这个市政府在改善的时间内无发钱，就是咧暗唬万雄集团。就安尼，陈义君甲蒋万安起口角足足5分钟。蒋万安讲一定会依照着合约来罚款。 罚了没有？罚了，你只要回答我罚了没有？近日就会去确认这个漏水。罚了没有嘛？你还要时间暂停。大声问大巨蛋漏水采罚的进度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陈义君不满负责营运的万雄已经超过10月底改善的期限，台北市讲要处罚，所拢无动作。小林说敢问16摆，到底罚了未？你们就是包庇，就是没有包庇。我们没有包庇，我们依照法律。没有包庇议员，请你把话收回。只要发现我们不接受这样的无的放矢、乱指控。从头到尾都没有罚。我们都是依照合约，邀第三方公正的土木技师工会来进行。解释讲，保替万雄暗砍，蒋万安嘛起上地，那为着大巨蛋漏水改善的进度，加议员的小奖。 已经摕到使用执照超过1天的大巨蛋，还未完成公安的申报，去予台北市府罚12万了后，到今也是无完成申报程序。11月13，世界棒球12强赛都要开打，到今比赛前无解决，会变成国际笑话。蒋万安嘛，予万雄一个最后的期限。这些国际球员进来以后，居然监管处在门口贴了一个已经是违反公共安全申报的贴纸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监管处我们在11月5号。 就开罚，那就限期在11月9号前，他必须要完成公安的申报。台北市府甲万雄针对大巨蛋漏水甲场馆的营运，都完过了摆，都惊会损害到台北市府的形象。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金惠珠提出改封，我们自己编预算把它买回来。如果他的分数在你们评估报告达到70分以下，你该怎么办？跟他解约嘛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接下来最重要的赛事活动，有一切。 要求整个安全。台北市讲要考虑家己出钱，将大巨蛋买倒转来。蒋万安无正面回应，大巨蛋的问题一天无解决，都一定会予外界检视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